赐福阮伫即个礼拜中间，毋若听的、讲的，拢会当得到你所启示的。阮也特别感谢你，互青少年团契参与伫教会的服侍中间，阮知这是你的心意。愿真正将阮家己将所有的服侍的人员，搁一遍交代伫你的手中，愿你亲身带领。安尼恳求感谢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你好，这大家平安。平安。落雨，阁小可较冷吼，大家当遮尔早就来到上帝面前，咱实在是真有福气的人啦吼。好，咱来会前的团练诗歌吼，来120首。上帝关联实在奥妙吼，来圣诗120首。来第一节，上帝关联实在奥妙，有着万物表现奇巧，福星星凋零到世界，拯救罪人脱离第二节。今不变，看阮正最雄雄，要见着我忧伤惨死，为着咱吞你家己。好，这是咱这个月月灵诗吼，咱顶礼拜有唱过啊。来，咱搁来看379首。愿我为哪听你，我主基督。这首咱已经真熟啦吼，就是咱会当搁来看这歌词吼，来看这内容，咱会当感觉这是一个咱基督徒这种信仰的历程啦吼。来，咱来唱第一站吼。我念第二节的歌词吼，早我起了世间安乐得意，当我原放逐项，专心找你，敬圣祈祷无离，哪久会哪听你，哪久会哪听你，哪久会哪听你。第三节讲，世间虽有艰苦、忧闷、烦恼，义人有主通靠，欢喜而乐。我嘴吟诗无停。哪久会哪听你，哪久会哪听你，哪久会哪听你。第四节讲，虽然溃烂碎烂，吟诗细声，我悠然勇敢对你来行，迫切祈祷无离。哪久会哪听你，愿我听你，愿我听你。为头开始，咱真听上帝。第二节讲，我起了伫世间，安乐得意。到尾来讲，是安尼，我愿放下逐项来敬圣祈祷。
这个讲世间虽然有艰苦、忧闷、烦恼，有做通课、通学了，到尾啊，年老的时阵讲，虽然溃烂衰烂，吟诗细声，我心犹原对你来行。即我小等来讲一个人，互咱做参考吼。咱来唱第2节。第2节。咱的社区的据点设立已经6年外啦，吼，6年半。啊，其中一个人我会当提出来，咱可能拢捌，吼啊，实在是伊的信主的经历实在是真奇妙啦，吼。这就是汪月生，可能你们较侪可能拢捌啦，吼。汪月生司法院长、司法院长，他2007年就退休。啊，这人较特殊吼，伊今年91岁啊。今年91岁，啊，我会提起伊，就是讲，伊即摆拢有来参加咱的据点的运动。3年前有来啊，吼啊，参加迄个卫福部的演员失能，啊，拄疫情所以休困，啊，到今年年初才开始过来吼，啊，真正的客气真谦卑啦吼，91岁，伊就讲，我甲伊咧谈的等于讲，我听讲，伊吼其实伫伊14岁的时阵，就是1946年伊第一届听到福音。就是伊伫咸水吼，台南咸水，啊，爱坐车，国中啊坐车来到台南读册。伫火车顶有一个甲伊做伙一个朋友，叫做屈信典，做牧师啦吼，中南部的牧师，真出名的牧师。甲传录音，好也政治互伊。啊，伊嘛是安尼，感觉无啥呢吼，啊，所以但是有唱一首诗歌讲，救主我爱救你。爱就阮你这首，伊顶几礼拜佫唱我听，伊讲伊听有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政治压落去啊，啊，拢无震动哦。到72年，迄政治涂骹底72年呢，啊才补个。所以伫伊86岁，才领洗礼。啊，领洗礼嘛是佫有一个啦，有压水啦，上帝有切人压水。就是伊参加一个老师90岁的生日的时阵，伊去啊，因去庆祝老师的迄个生日宴的时阵，迄老师讲，你要信耶稣啊，我迄印做补出来，安尼，啊，所以家己见证讲，爱怎样洗礼，啊，即摆足客气足热心吼。伊其实是无简单啦吼，我看伊的历历就是经历，就是讲，伊做大法官35年。41岁就做大法官啦，吼，实在无简单吼。啊，做司法院长做7年，吼，啊，听上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即摆拢甲因太太，即摆拢来做伙来运动。啊，因即摆有较衰淡，所以都有外劳甲陪。要来时，去年啊无时，就是伊朋友、伊同学啦，都系对面带伊来，吼，陈启伟弟兄呢带伊来，吼，怎啊调咧安尼啦，吼。啊，所以我即要讲，互咱了解就是讲，咱吼。若有机会甲人传录音的时候，政治压落去吼，当时要出毋知影啦。吼，另外因迄个屈信典同学吼，压落了嘛毋知迄个72年后才补的。吼，啊伊嘛迄图嘛真定对吼，啊尾啊上帝甲压水咧安尼吼，互因老师甲压落安尼才对吼。所以咱得时不得时，咱拢爱传录音啦，吼啊。当时要补个，互交互上帝吼，所以嘛，咱有机会都要来传录音吼。来，咱来看咱唱第4节，379首第4节。西面基拉塞拉，西
最后咱搁来唱一首614首，614首，我心恬静。咱要听上帝声，咱的心爱安静啦，吼，爱恬静吼。以赛亚书30章15节来讲，恁得到救，在伫我，在伫活顿甲安息；恁得到快乐，在伫平静甲信靠。好啊，本是讲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所以，有时咱爱家己有找时间安静，甲上帝有好的连接甲沟通啦吼。咱来唱第1节。第1节，我心恬静。第二节种较细声，咱来准备心吼。来，我心恬静，小地我等云长，一高中啊，亲像这日之光。心啊，行在浓雾有道，人心面对，我为了你可怜，我心恬静。无论多大风雨，按主命令，难属探主命令，万事拢会平静、安宁、自在。咱准备心来做今仔礼拜。
来呀，咱着摇花唱歌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时光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请咱做伙来吟圣诗，圣诗第120首。圣诗第120首，上帝权能实在奥妙，上帝权能实在奥妙，宇宙万有表现奇巧，独生圣囝临到世间，拯救罪人脱出灾难。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诚济，请咱掀开咱的周报第7页，咱用主教是咱的主祷文3甲做伙来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犯的人。无得带阮入死，就叫阮逃离去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这是咱做伙来启用，启用文第50篇，启用文50篇记伫以赛亚的61篇。启用文第50篇。以赛亚第61篇61章，即款上帝是因临到我，叫我去传好消息，互散赤人，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，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。安慰所有悲哀的人，伫锡安悲哀的人。欢喜的油代替悲哀，因受称作公义的树。我要用信实甲因报赏。
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。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帝赐福的子民。咱过来吟诗，第四首，天下万国众人着听。天下万国众人着听，大家进前归主免惊。地上万类同心服侍，上帝独一应该敬拜。全地服侍尽心敬奉，万主的师傅，万王的龙。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坐，请咱做伙仰头来祈祷。阮伫天灵的爸，你是至悬、至大、至圣的主宰。阮爱有落你，称颂你的大尊名。感谢你照你的形象创造阮人类，互阮通甲你相通，也通诚做你的同工。感谢你管顾阮一礼拜平安。阮即时聚集伫你的圣所，恳求你即时安静阮的心，互阮伫你面前专心敬虔来敬拜。这气已经行到入冬，天气渐渐寒冷。主啊，即时求主你保守阮所有的会友身体健康，特别是阮的长辈，求主你特别来眷顾。阮感谢你赏赐即块土地，互阮伫遮徛起。主啊，伫即个欠电的时，求主你启示阮，会当发出绿电的方法，互阮会当早日来脱离缺电甲火力发电的危险。主啊，阮嘛求你保守阮台湾的自由民主甲经济发展。求主你来掌权，赐下智慧，互阮的遮权者，通有周治的方法来维持两岸安全。也互台湾诚做世界的帮站。阮嘛要为着台湾明年的大选来祈祷，求主你来扭掉遐个候选人的税制，
互因讲话谨慎、真实无虚假。求主你嘛赏赐会清气的心，智慧的目睭，互阮选民，互合伫主你的旨意，愿意来超找主智慧的人会当当选，来维持继续保全阮台湾。主啊，世界逐个拢有战争，求主恳求主你停止遮个冲突，并后遮个仇恨，保护百姓伫即个过程中间拢会当得到安全，特别是妇女、长辈甲儿童的安全。嘛求主你掌权，互逐个政治者有人民的心，有气力来稳定国内甲国际情势，降低国际冲突，来减轻各国的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经济甲生活压力。主啊，台湾伫个登革热疫情到11月初10的时，已经有1557例，国际还佫有各种的传染病，共款遐尼济，求主你来医治遮个染疫的人，嘛求主你保守阮教会囡仔有病痛、身体欠安，也是无住院开刀的兄弟，求主你医治的大灵、夫妻软正的人，嘛恳求主你赏赐气力甲愿望，互照顾因的厝邻的人。主啊，求我嘛即时为着学生囡仔来祈祷。伫学期中间，求主你特别保守因的身体甲因的心灵，无互遮个3C产品来捆绑，互因会当逃避遮个诱惑，互因有聪明、有活力的心来学习，来锻炼因的身体，佮有好品格，会当结交好的朋友，为着家己，为着社会，为着即个地球来打拼。拄啊，伫即个自媒体发展的即时嘛，求主你保守遐个掌握着讲话的工具的人，互因会当侪报道真实有意义的内容，毋通诚做遐个虚假犯罪，互人人心对落遐个所在。接煞，我嘛感谢主，你保守阮教会顺利来选出阮7位的长老，甲14位的执事，佮万丰教会1位的执事。求主你亲自来启示甲带领，互阮总集一同来起造教会，做伙来规划2024年教会事工的计划，甲接煞落来感恩节、圣诞节的事工。求主，互你赐阮大恩典，互阮通甲救恩的信息，甲阮的社区亲戚朋友来分享。主啊，阮感谢你会当诚做阮的倚靠。感谢主，你来听阮的祈祷，阮将万事拢交托伫主，求主你按照你所欢喜的来成就。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即是咱来读圣经，今仔日的圣经记伫罗马书12章11节，罗马书12章11节嘛，就是咱今仔日的金句。现着我来读，论温群毋通并单，论心志就热热，论主着服侍。罗马书12章11节。即是咱来讲道，即是咱来献诗。请今仔日是少年团契，伊要为着咱献的诗是我的上帝，我的王。
个是讲到咱今仔日有邀请明环教会柯瑞静牧师来为着咱讲道。今仔日的主题是火热，火热。真欢喜啦吼！逐遍来咱教会拢有无共款的看见吼，都是可以得到惊喜这样吼。今日落雨天，所以我想讲，我到底要行路来，还是要坐车来安尼啦吼。想讲时间会赴吼，又行路来安尼吼，足欢喜的吼。我行来时就看到咱教会十字架吼，真水的一个风景啦，所以我就摕手机给它拍起来安尼吼。因为我今仔日看到咱的周报吼，已经无共款啦吼，有即个地花啦吼，有出产地嘛吼，有真水的地花，阁有2支十字架吼，非常的赞安尼啦吼。阁看见咱青少年献诗啦吼，我反省阮教会吼，旧年是旧年甲开始阁恢复青少年团契的聚会吼。目前吼上济5个人，上少可能无人安尼啦吼，一般出席是3个人啦吼，所以逐日阮阁继续努力拍拼吼，努力拍拼。感谢主啦，因为今仔日是台湾神学院的纪念主日，互我有即个机会会当过来咱文山教会。我可能3、4年前才会来过安尼吼，所以足久无来啦吼。期待大家身体拢勇健健康，会当来甲遮同齐敬拜上帝，我嘛感觉足欢喜的吼。详细也是要代表台湾神学院来大家谢谢请安吼，感谢咱教会过去对伫台湾神学院的即个关心、态度甲奉献。我拄则看因的时想讲，因爱为着因讲华语吗？结果因献诗是用台语，说应该是没问题啦吼，嘿，很好吼。好，神学院是培养传教者的所在。我感觉即个世代需要更较侪的传道者来传福音，来做见证。吼，譬如讲，咱拄则领诗的即个长老嘛，吼，伊有讲到即个故事啦，吼，福音的经济压出去，吼，毋知当时会布演啦，吼，可能久久的时间，总是咱就应该爱做这的事，吼。当然除了传道者以外，其实咱嘛拢爱传福音啦吼。总是遮个未来传道者，因就是需要受装备，吼，因伫神学院受造就，即个学校的运作，确实需要你来带导甲奉献。我是44岁的时才去读台湾神学院的吼，无亲像咱的李浩传道师啦，这么年轻吼，好羡慕啊！吼，我已经人讲。已经过半了啦吼！我56年厝的吼，所以今年几岁？56岁呢吼，毋知你的一生会拄着即款的代志无？23年厝会拄着23岁即件事吗？不会吗？我也不知道呢吼。嘿吼，对吼。咱等一下会看即个无款的影片吼，无款甲亲爱的影片。影片中的老师吼，我看到有的是旧的老师，总是有的已经是新来的老师啊，总是无论是新还是旧，我感觉因拢真有热情，因是用火热的心在教导的，因就是因的性命在影响学生的性命。然后这学生咱来想，就是将来伫教会、伫地方教会，这牧师、这传道者。所以今仔日要来为台湾神学院请安募款，是因为咱的神学院确实经费有欠啦吼。所以请咱继续关心咱的神学院，也愿上帝会当纪念大家对咱神学院的即个疼惜。咱即马就来看即个影片，好无？若毋是150元以前马街牧师的设立，吴威廉甲孙雅国校长的继续规划，咱只是袂伫遮看到学生拍拼读册甲研究。若毋是学生毕业了后伫教会服侍，教会伫即块土地的见证，可能也无共款。若毋是老师愿意认真教示甲影响，
这学生就无法度受到完整的神学教育。问题不在听众，或问题是在我们讲的讯息，给的讯息可能不够清楚。好，所以呢，有为了讲道者帮助你。神学院的教室是现在学生未来的教会牧师学习的机会。每一摆上课，也是老师实实在在的影响生命的时阵。在实体的，在学院当中的群体生活的这种神学的教育彼此之间的相互的砥砺，甚至提醒那这是非常难得的。教育的赖鸿专老师，家己捌伫台神受过老师好模范的感动。伊认为耶稣当初都是用生命的教育门徒，通过实际生活的过程引带学生。亲像教务长张志伟老师提醒，用歌罗西书保罗讲的定君受起做来面对世代的挑战。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不同的风向，不至于飘来飘去？那就是这个经文讲的，在基督里，在根基里，在教会里，神学教育跟教会是何等的紧密的这样的彼此依靠。台神8年前通过政府立案设立研究所以后，培养牧师、传教者、教会音乐服侍者以及灵性咨商的专业人才，希望加做教会的根基跟力量。服侍的心有时候会是软弱的，因为会遇到更多的对别人对我们的攻击。可是他如果知道说他服侍是这群人，是为了下一代的人的时候，这个或许这个坚持才会走得下去。为了后一代就会当坚持。老师拢真重视信仰根基的起做，这也是梁月梅老师当初决定要进入神学教育的原因。伊认为这是上值得抛头颅洒热血、奉献生命的代志。对我来说，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帮助人找到他在上帝国的拼图里面他在哪里，然后怎么样帮助他建立一种不管世界怎么动摇我，我就是要走这条路，我就是要回应上帝。磨我、用我、充满我，这是今年开学礼拜中台神的老师甲主管做伙献诗的决志。因设立教育的目标是敬虔、知识甲宣教，唔但磨练家己甲学生，也是为着台湾的教会。今年度台神的经常费是6925万，要用伫师资的培养、教室甲宿舍的整修、远距教学、奖助学金、甲图书馆的设备甲册。阮需要较侪人的关心，特别是你的关心、带导、甲奉献，来支持这个神学的教育，也是支持上帝听台湾互福音伫这个时代会通代代相传，用听来生组织，会通结出较侪这个愿望的归心。望伫这块土地讲出福音的故事，宣扬上帝的恩典。过去150多年的台神，有接受呼召的学生，有愿意研究教导的老师，以及侪关心、奉献甲支持。到即马，甲未来，因拢会继续为台湾教会创造故事甲历史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毋但是因伫写历史，你也是，咱拢是。咱同齐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出伫你的恩典、疼痛甲美好的安排，互阮会当自己伫遮来敬拜你、来学乐你，也是来服侍你。互阮有恳求你，也互阮有份伫台湾神学院的各种的事工顶面，互阮会当斗参与、斗支持、斗奉献甲带导。阮要同齐来讲福音的故事。同齐来写恩典的历史，
愿恳求你的圣神临在伫阮的中间，开启阮的心，也加添阮智慧，互阮会当搁较明白圣经的真理。愿安尼恳求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咱来看一个下一页的 PPT。这是什么水果？百香果。为什么叫百香果？因为因为很香。给我用吗？因为很香，所以叫百香。它的花有看过吗？它的花叫做什么花？百香果花。不对啊，它叫好啦，好可以啊，这个是这样哈。我拄则没咧想这个问题。百香果的花叫做西番莲。西番莲花啦，吼，当然有各侪真侪名啦，吼。这个百香果，知影佫有啥物名无？鸡卵花的鸡卵果有听过无？四季果有听过无？四季果就是为什么叫做四季果？因为四季就是土溪，土溪就是时钟，知影无？时钟，所以土溪伊是土溪，所以土溪的日文汉字写成时季，所以我们就读成时季，这样知道吗？为什么飞机叫飞行机？不是飞机嘛，不是飞机，为什么？因为飞机的日文叫 hikoki， 或者飞行机，飞行机读一读就是飞行机，飞行机读乱或者飞行机是安尼来，所以甲日文有真济的关系。因为我是读日文的啦吼，所以会当安尼讲啦吼。好，所以西番莲花开出结的果子叫做百香果，为什么？好，我强烈怀疑啦，因为我没有证据，但是我强烈怀疑，因为伊的果实叫做 passion fruit， 哦，咱讲 passion fruits 啦，吼，日文叫做 passion fruits，passion fruits 读了读久就叫做百香 ，passion 是百香啦，吼，fruits 是果嘛，吼，比如说火龙果叫 dragon fruits， 火龙果啊，吼。Dragon 就是 dragon fruits， 可以这样子理解吗？其实它有特别的名字啊，哈 ，kiwi 哈 ，kiwi 很多他们都叫 grape fruits 啊，哈 ，grape 是那个葡萄啊，哈，加 fruits 变成葡萄柚，知道这吗 ？grape fruits 就是葡萄柚，哈，好啊，所以这叫做百香果，就是因为伊是对日文的发音来的啦，哈 ，passion fruits， 安尼知影无 ？passion 或者百香啦，哈，所以百香果有台语吗？好哈，就这什么？美女龟、正心莲、西番莲、酸奶果、酸芥果，拢是伊的名。每一个所在讲的拢无共款哦吼。好啦吼，这叫做百香果吼 ，passion fruit。为什么安尼讲吼？为什么安尼讲吼？因为 passion fruits 的号名是对伫一个南非的即个传教士来的，吼，因为伊看到即个花的时咱看到即个花，敢若亲像时钟对无？有成无？有哦，总是伊看到即个花了后，伊无想到伊是时钟，伊想到伊是主耶稣在受难，吼，即个人就是拄则有讲400多年前去南非传教的一位真热心的传教士所想的，伊是伫传教的路途中间，头一摆发现即种花，哇，足水！总是伊无讲伊真水尔，伊就联想着讲这就好亲像是伫十字架顶牺牲性命的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因为疼咱要拯救咱，所以伊就甘愿为咱来受难，所以伊就将即个花叫做 passion flower。若是根据伊的思路的话，受难花结的果子无叫做百香果，应该叫做受难果，敢毋是咧？是哦，吼，好，伊期待讲伊会将伊号做受难花，是期待遐迷信的原住民会当认捌主耶稣，并且接受即个救恩，吼。所以时间无够，因为给我的时间是30分钟，自己看吼。伊看到即个花中间吼。因为跟你讲，雄蕊跟雌蕊，它的雄雌蕊是同一个，下面是雌蕊，上面是雄蕊，这样吼，同一个那个雄雌蕊在同一个地方，然后，伊感觉迄就是主耶稣所受的伤，
伊也看见迄个脂肪柱是十字架，有看见3个柱头是钉啊，钉十字架钉啊，迄个副冠就是毋是时钟是啥物？就是蓝色那个叫副冠，还有做气配的边流，吼，伊的门徒有12个嘛，可是5个花瓣跟5根花就是那个门徒，吼，伊的坎钉对吧？那个卷曲吼，就是象征鞭打耶稣的鞭子，吼。毋知影你是毋是让理解这位宣教师的想法？总是无论如何，我感觉伊安尼想是因为伊对伊的信仰真有热情，吼，伊整个的心思意念拢投入伫伊的即个信仰中间，所以当伊看见一个新的物件的时，伊才会真自然，甲伊内心所想，伊感觉上重要的代志结连做伙，吼，伊感觉什物是上重要的？伊感觉主耶稣救赎的恩典，对伊来讲就是一个真深刻的经历。是一件上重要的事，然后伊目前上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去原住民南非的地方去传福音，吼，所以无怪伊看到新的物件的时，伊有即个联想，就是伊联想到耶稣基督的受难，伊袂联想到讲迄是一个真水的时钟咯。请问，若是咱会有甚物款的联想呢？如果咱对伫这个物件完全无在意，你的心是冷淡的，就算讲摕到你的面前，你也可能无任何的感觉。你看到拢无想要看，你搁较无可能有任何的即个联想。我对花真敏感，我也有时帮忙教会插花，所以我来礼拜堂看到的是有两盆花。好，咱教会真特别的是，毋是对称的花型。知影无？不是对称的花型吼，这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大的鼓励啦吼。为什么？因为吼插花吼要插2盆吼，相对应的吼，对我来讲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。好所以会当分成2个不同的这个不同的 type 呈现出来的花吼，我感觉真好啦吼。我对市场行来时吼，我嘛有看到一间花店，吼对无？有啦吼。我想讲，咱的花是毋是对遐买安尼？是啦吼，所以就是真会，因为你在意的物件，你会去联想啊吼。之前我若是要开店的时，我就注意有啥物店面要出租嘛吼。即马找那个生活离我太远了，我不会想说哪一个店会出租，反正非伫甲我一点仔关系拢无安尼啦吼。好所以吼，咱转到即个 patient flower 啦吼 ，patient flower， patient 其实咱英文比较好，我会知道有2个意思，对不对？比较知道的意思是热情啦 ，patient 是热情的意思，吼。第2个意思就是大家较唔知影，其实伊是受难，伊就是受难，就是 patient flower 那个宣教师所号名的迄个原本的意思，吼。咱有伫10几年前有一出电影叫做什么 ？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， 基督的受难，吼。咱应该拢看过，吼，很血腥，很真实的写实的画面，就是受难记最后的激情，有看过吗？有啦，吼，有看过，吼。这个故事是伫咧讲啥？是伫讲耶稣伊生命中最后12点钟所发生的代志。这12点钟发生的代志，拢是真痛苦的经历，拢是真痛苦的经历。这个美国的片子啦，吼，没有Jeff Sheen拍的片子。中国、香港、台湾都有翻译，咱会翻译上好，因为伊有将 patient 2个意思都翻出来。吼，伊毋若讲到主的受难，也讲到主的激情，还是讲伊的热情。吼，所以咱翻译的是受难记 patient， 吼，受难记最后的激情，吼，最后的激情。我们的电影是这样翻，吼，我强烈怀疑，又是强烈怀疑啦，吼。这个翻译的人应该是基督徒安尼吼。好，咱来想，主耶稣为什么甘愿为咱受遐尔大的痛苦，受遐尔济的折磨，甚至受十字架苦刑，死伫十字架顶？乃是因为伊疼咱，伊对咱的疼大到一个程度，激励到一个程度，就成做一种的热情。这个热情就是伊表达疼的方式。也变做伊对咱的态度，所以伊对咱的疼就是一种的热情，是一种满腹火热的疼。疼到伊安怎，
牺牲家己的性命，即个疼就是伊的甘愿，也是伊最后一定会行的一条路。我真感谢主吼，因为我顶届来的时吼，咱信息有唱4首，大家敢知影？知影啦吼。通常吼教会拢是唱3首尔吼，所以我顶届来的时，我就真感觉哦，牧师真厉害啦，迄当阵是团队啦吼，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。对吼，中间传道，伊就选一首歌吼。我讲哦，伊真厉害，知影我今日要讲的讲题是啥物吼？伊选到真适合的一个诗歌啦吼。我本来想讲，我上后紧歌问歌就好啦吼，何必家己选安尼啦吼？我到今仔日才知影答案吼，原来是咱即礼拜即个月拢要唱即首诗对无？对吼，害我白感动了吼，因为。今仔日的诗歌也真正适合啦吼，伫今仔日的主题吼，伊讲上帝权能是在奥妙吼，即个奥妙是讲到圣囝耶稣吼。第23讲圣囝真理古今不变，甘愿诚做丧香悲战，野身着磨忧伤惨死，为着疼人献伊家己吼。所以伊即个疼。吼，是一个奇妙的疼。第30讲，奇妙疼通奥得光明，罪过受赎，感激心灵。主疼罪人，哪捌哪深，十架荣耀，痛过急金。第40救恩遮大，咱着疼主，心内恶毒已尽扫除。救主恩典时常充满，诚心疼主，哪久哪大，咱爱哪。愿我为哪疼你，我主基督，咱爱疼主，毋若哪久哪大，搁爱哪济哪深。所以啊，这就是主对咱的热情，这就是主对咱的热情。咱今仔日所读的是罗马书12章11节，罗马书的作者是啥物人？保罗啦吼，保罗伊是毋是真疼咱？伊真疼遮个百姓啦吼，伊热情伫传福音。吼，疼人上好、上有价值的方式，就是传福音互伊。我感觉是安尼。好，讲到底，说到底，就是要传福音给他，让他互伊认拜耶稣，这是对伊上大的疼。好，对伊青训的人上大的疼，安尼吼。所以伫有教会有真侪活动，有外面的人来的时，吼，我拢足欢迎的。吼，可能因的目的是要。加食一顿饭，还是讲要安怎？总是咱就欢迎，因为咱毋知影当时即个福音的经济会不一安尼啦吼。好所以咱看保罗，伊就是学主的款式。当伊亲身拄着主了后，伊的性命产生改变。伊对伫一个压迫基督徒的即个法利赛派的犹太教徒，特别讲到伊是法利赛派，伊是法利赛人，就是伊是真。重视律法、遵守律法的人，伊对伫即个新的教的产生，吼，就是很厌恶安尼啦，吼。伊对伫一心真热情伫压迫即个基督徒，吼，变做一个什物充满热情，用火热的心伫传基督的基督徒，吼。伊对传基督、传福音的热情，咱应该拢会当体会到，吼。伊看重。福音的事工赢过家己的性命，伊一生所努力的目标就是成做主的奴仆，成做主的工人，互主来使用伊。咱看见伊信主了后，伊掠什么人做模范？伊就是掠主耶稣做模范。伊就学习基督的疼，为着基督的缘故，伊也甘愿放弃一切，甚至牺牲伊家己的性命也袂要紧。互咱真学伫想象甲体会伊所遭受过的各种的苦难。压迫压制心灵的折磨，总是因为伊对伫信仰的热情甲火热，互伊就甘愿忍受遮的痛苦。为着主的缘故，伊就安怎？伊就欢喜做，甘愿受。最后，伊安怎死的？大家敢知影？是顶十字架死的吗？被砍头啦吼！被砍头吼！为什么毋是顶十字架？是被砍头？因为伊是罗马的公民，罗马的公民袂当
钉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记号。罗马人不做这个事，总是咱的主耶稣就是甘愿忍受这款的苦刑，吼。所以最后就是顺道，比斩头来顺道。我感觉这就是军队主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的心灵的状态，因对伫信仰的态度，就是火热、充满热情。总是并毋是所有的基督徒拢真心地听主，对信仰充满热情，对无？好，伫启示录有记载，主对伫7间教会的称赞甲责备，总是最后一封是写予老底甲教会的批。这间教会是唯一无受到任何称赞的教会。这个批安尼写，伊讲：我知你的所做，你是无冷无热，我愿你或是冷或是热。你既然是拿伦烧，毋正热毋正冷，我要吐你出我的嘴。所以咱看见老底甲教会是完全无感觉的教会，是无感的教会。我先问一下，什么是拿伦修？哈？温温不热的叫拿伦修哦，我第一次看到跟听到哎。哈？细菌头袂死会臭酸会烧，或者拿伦烧，对啦吼。罗底甲教会就是伫这种的臭酸的烧内面啦吼，好就是哈啊真的哦，哦没有用的，好，所以吼，这个无冷无热的教会是冷淡的教会啦，吼，讲较白就是冷淡的教会，然后是安怎？是主所无法度忍受的教会，吼，因为咱拢知影，听的相反词是不是恨，对不对？那是什么？冷淡呐、冷淡，吼，冷淡的教会就是无听的教会，知影无？吼，所以主期待每一间教会是充满热情、充满听的，伊无爱教会无冷无热，就亲像主对伫老底甲教会所讲的共款，主安怎？愿你或是冷或是热，吼，这是一种真强烈的期待甲愿望。主愿望因有温度，冷也好，热也好。如果亲像一直亲像温水共款，无冷无热，主就安怎？要将因吐出去。吐是啥物意思？吐就是吐，无法度解释。会真正吐就是吐啦，吼。咱真是爱知影，为什么会吐安尼啦，吼？有歹物仔伫腹肚内会安怎？身体真艰苦对无？所以会想要安怎？想要吐啦吼，就想要吐出来。是老底甲教会无冷无热，互主感觉真艰苦，就真想要将因吐出来。安尼，所以上帝其实无爱咱无冷无热，伊期待咱有温度，伊愿望咱会当火热起来。你会想，为什么老底甲教会会表现，互上帝讲因无冷无热？因安怎讲因家己？因讲我是好家，已经发财，拢无欠亏，我富足宽裕，毫无缺乏。意思是啥物？是因感觉因的物质生活真丰盛富足，无欠亏，因已经真满足，也真满意啊。所以因就家己好好享受就好，毋免伫别人的需要顶面看见家己的责任。因是安尼想的，这种信仰有好无？其实真无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因只看到今生即世啦，吼，即世人，因只看重财富地位，因只看重肉体的享受，因所看重的，老实讲，拢已经得到啊。所以理所当然，因就毋免阁努力打拼，因只要好好享受就好啊，敢毋是咧？吼，是安尼哦，是有道理的哦，吼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真正毋是。吼，讲起来，因亲像活的死人，他们就像行尸走肉一样，吼，他们很自私，对不对？家己好就好啊，拢无管别人安怎。吼，对伫因的表现，主安怎讲？主讲，哎呀，你们不知道你们自己是多么悲惨可怜啊！你们其实是贫穷的、瞎眼的，又是赤身露体的。好，恁囝毋知影，恁是困苦可怜、丧凶凄迷，
甲脱体吗？所以老伫甲教会上大的问题，就是只看到家己物质的丰盛，因无发觉到讲因伫精神顶面，因伫信仰顶面是困苦、可怜、丧凶、散赤、脱体，也就是讲因只看到即世间的一切，因看袂到将来天国的即个福气，所以因就搁较无迄个努力的动机甲目标，因袂去想讲怎样爱去听人，怎样爱去听上帝。当然，因也无可能有啥物款的行动。即种的信仰其实就是无冷无热的信仰。所以，咱会当讲，老伫甲教会因得到的是一种温水边。吼，因是温水边得到温水边的教会，因就泡伫一个真舒适、真安稳的即个按摩浴缸内面，啥物拢不管，只管啥物，只管享受。吼，只是因毋知影讲这是一种病，伊也袂当理解即种病是一种真严重的病，是要爱人性命的病，因为这是上帝无介意的，因最后一定会受到真严格的审判。即学期我拜三拢会去台湾新人医带灵性小组，吼，做因的辅导。其中有一个学生，我顶礼拜去的时，因同学竟然甲我讲，伊住院。吼，当然我知影讲，因为长新冠的问题，吼，伊一直酷扫，吼，无法度好啊。大家为伊祈祷，啊，伊后来讲。伊拖真久，后来讲我需要去大病院看安尼吼，结果医生甲伊讲吼，你的细胞吼有纤维化了吼，纤维化是不是很可怕？很可怕吼，所以我顶礼拜去的时，伊讲伊去大院做啥物代志？咧做化疗。我毋知影长新冠之后要做化疗吼，这个。很奇怪，我想等他好了再来跟我们讲。这样，我是很担忧吼，我担忧这样吼。好，所以啊吼，有时咱唔知影讲，一个得到染疫了，然后好像没有什么就会好了，其实不尽然会这样哦。好，我们要有那个警觉性啦吼。啊，所以罗迪卡教会因就是温水边的边吼，他们完全没有知觉吼，他们即将面临很严厉的审判吼，所以啊吼，我感觉真遗憾的啦吼，真遗憾的是，即马其实也有真侪教会，也有真侪信徒，共款拢得到温水边，吼，对伫现况足满意的，因也感觉足享受的，吼，对伫信仰无冷无热，无愿意去追求，欠缺即个属灵的眼光，只想要满足肉体的需要。其实我嘛有看见阮教会有即种的情况，所以伫今年的开始，我要求我的中级爱逐工读圣经，吼啊轮流写即个读经心得。啊，对伫牧师来讲，上大的负担就是逐工爱写，也鞭策我自己啦。咱拢会读圣经，总是爱要家写心得出来，还挺费事的。昨有一个技术甲我讲，牧师，你毋知影以赛亚书足歹看会捌的吗？我都看不懂我看了3天还看不懂怎么办？因为伊今仔日换伊爱写呢吼，我就鼓励他说，确实吼，以赛亚书吼真歹看，你看到你捌的所在写心得就可以了。当然我已经写好啊了吼，我就等他分享吼。啊，总是啊吼，你就知影讲，至少中级因有愿意吼，因愿意。定心立志讲吼，至少伫祈祷顶面，伫读经顶面，伊爱认真切实的实行，吼，安尼对伊的信仰才是有帮助的啦，吼，才是有帮助的吼。啊，所以啊吼，其实如果咱感觉家己的灵性吼，已经黑暗很久了吼，可以想一想，在新的一年开始吼，会当想要安怎，和家己吼灵性吼会当得到造就吼，甲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，安尼啦吼。啊，总是啊吼，确实啦吼，真侪人吼来教会，只知影要得到，无愿意付出，因就活伫家己的舒适圈内面，哇，好享受，安尼就够价。总是安尼真正有够价吗？安尼真正有好吗？吼。
你感觉咱的教会，咱家己甲老底甲教会有几分的参像咧？总是上帝，伊无爱咱甲老底甲教会共款，无冷无热，伊期待望咱会当火热起来。这也就是我今仔日所要引用的这个经文，讲论温群毋通变单，论心志就热热，论主就服侍。不要懒惰，要努力工作，以火热的心侍奉主。好，老底甲教会的无冷无热，就是一种的变单。变单毋那只是指灵性方面的散漫，也包括咱对伫实践基督信仰时的冷淡，甲无够积极。过去2个月的时间，阮教会的社青有开始做幸福小组。伫即个幸福小组的中间，我逐礼拜拢爱参与。感谢主，我只爱负责煮饭就会使，互其他的破冰啦、分享啦，吼，拢青年家己来，我感觉真好。吼，总是伫即个过程中间，也鞭策我自己。我家己有去找 best 无？吼，我是毋是有将即个传福音当作是我生活的日常？我感觉好亲像无呢。我感觉牧师的朋友好亲像真少呢，拢是基督徒的朋友啦，拢无即个外面的朋友安尼啦吼。啊，要找 best 来吼嘛，还要努力找一下吼。啊嘛，找不出时间跟他们吃饭聊天。哦，这个吼要很好的，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反省啦吼，真大的反省吼。啊，总是啊吼，提醒我毋通变单。吼，对伫传福音的时间吼，爱积极，毋通变单，因为变单会互咱失去进入到天国的机会。吼，10个童女的比喻啦，吼，我们都是读那个经课表，10个童女的比喻啊，他们是懒惰，所以不能进天国。吼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考。吼，所以保罗提醒咱毋通变单，毋通无冷无烧无热，爱安怎？爱温群，专注伫上帝国的事工。吼，你毋通倒地爱徛起来，毋通拄久爱警醒，你爱掌握时机，付出行动，尽心尽力遵守上帝旨意，完成伊交托予咱的责任甲大使命。吼，要安怎开始？就是爱对心底心火热起来。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一件事。当咱的心火热有热诚，咱就会当温群做工来服侍主。吼。你爱知影有心还是无心？你的心是毋是火热？甲你服侍的效果是有真大的关系。吼，是这样的。吼，好，所以我们喜欢读数学的，数学成绩会很好，对不对？并没有。读英文的，英文成绩会很好，对不对？也没有。好安慰我，因为我大学联考的数学只考10分而已。我读的那么久还是10分哈，原来我一直很讨厌数学哈，所以我真感谢主哈，考到大学了后，就感谢主的是，我读的是日文系，会当免读数学。是啦吼，啊所以啊吼，佫有一件事要甲大家分享的啦吼，就是保罗甲咱讲吼，讲。论心志就热热，论主就服侍。吼，要以火热的心侍奉主啊！那个侍奉的目标是什么？这个很重要啦。吼，就是讲咱心火热起来啊！吼，咱温群服侍，会当温群服侍。吼，爱知影讲服侍主对无？对啊！吼，所以咱爱知影咱的火热，咱的温群的对象是甚物人？是咱的主，毋是咱家己。我感觉这最重要，因为服侍的动机是啥物最重要的吼？你要清楚知影你服侍的对象到底是你家己，还是咱的主。有一挂人伫心内真火热，真有热情，这真好。总是因热心服侍的动机是错误的。有的人是出自自私，伊想要伫服侍中间得到家己的利益。你想讲服侍会当有啥物利益？加有加一个便当尔，敢毋是咧？毋是哦，即个利益是啥物？有人要得到人的懊恼，有人是想要伫服侍中间证明家己的才调，想要得到成就感，还是上简单的得刷存在感尔。
这个动机拢是无好的，因为你好亲像是参与伫服侍主的即个事工的中间，实际上你是伫什么？你是伫服侍你家己尔，你是伫服侍你家己尔，你只是伫满足你家己的私欲尔。上帝是监察咱人的内心的一位上帝，咱的心火热，必须要爱出伫听上帝，甲追求上帝的荣耀。咱必须要将服侍的重点放伫主上关心、上注重的代志顶面。为什么安尼讲？知影主是啥物意思无？主是 Lord， 是咱的主人，咱是伊的奴仆。主是咱的救主 Savior， 知影无？所以咱会当得到即个救恩嘛。总是爱记的，伊是咱的主人，咱是伊的奴仆，咱需要遵照伊的意思来行。好，这才是服侍的意义。咱千万毋通高估家己，超过咱的主人。所以，期待咱会当用火热的心、温困来服侍主。吼，咱毋通阁倒伫家己的舒适圈内面，伫享受迄个俗世的快乐，无冷无热，然后对主冷淡。咱的主就是咱的救主，是咱性命的主，是疼的主，是充满热情的主。伊为着要救赎咱，甘愿牺牲家己的性命，伊的受难就是伊的热情上高的表现。既然咱已经领受到遮尔啊长阔关心的疼，咱也应当用同款的热情，用火热的心来回应，来服侍主，也安怎？也哪来哪听主？愿咱的服侍充满 passion， 充满热情，亲像百香果同款。百香果就是香气十足，滋味丰富。好，期待咱的服侍，咱的心就是安尼，会当得到主的感纳甲欢喜。咱同齐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遮尔啊疼阮，甚至为阮牺牲性命。感谢你诚做阮的救主，也诚做阮性命的主人。阮要哪来哪听你，也意爱诚做你的奴仆，为你做工，用火热的心温困服侍你。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这是咱搁做伙来吟圣诗，圣诗第379首。咱来唱回应圣诗379首。愿我会哪听你，我主基督，跪落祈祷谦卑求你赐福。我心困求无你，哪久哪听你，会哪听你，会哪听你。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You
啊，这是咱做伙来奉献。当咱来到上帝面前，谦卑来领受咱上帝的恩典，来算小上帝所想事的一切事，咱嘛会当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恩典，对内心来备办奉献，求上帝感纳咱的奉献，感纳咱所献的时间、金钱、甲心智。即使咱中间若是还阁有毋知影奉献的意义，请你毋通奉献。遮济，伫北国大圣，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他咱做伙来读2摆。请论温困，毋通贫惰；论心志，就热烈；论主，就服侍。罗马书12章11节。论温困，毋通贫惰；论心志，就热烈。论主着服侍，罗马书12章11节。好，这是我来报告下周的时间分担。因为下礼拜是感恩节的联合礼拜，所以咱无法语礼拜，干那一场礼拜尔。下礼拜的领唱是敬拜团，主礼是赵一乐，司琴是周胜美，献诗是圣歌队，主凡是施欣瑜、李彦朴。交台是施欣瑜甲张翠欣，佮来音控是施浩轩甲张凤邦，佮有咱的广告经理是咱的柯牧师。顶周的出席甲咱的奉献，请咱家己看。世事若有出入，咱来咱的干事也是财务来见证。佮来咱的下周的聚会，拜三是十间基督会，咱的经文要查的是撒母耳下卷第13章。咱的主理是李浩传道师，佮有咱的下礼拜第下礼拜一场礼拜，咱的经文是创世纪46章的第1节到14节，佮31节到34节。咱的题目是毋免担心，主理是咱柯牧师。佮来咱掀开后壁，第6页咱的
教会的消息报告。第一，台南新人医奉献主日，今日感谢台湾新人医，今仔日是本主日是台湾新人医的奉献主日，咱感谢民康教会考水正牧师来到咱中间来甲咱正道，请咱兄弟姊妹特别为着新人医来代祷甲奉献。佮有咱的第二点是咱的感恩节的系列的活动。第一是在1月18，就是咱拜六要有set爱宴，5点要伫下下1楼，欢迎咱的兄弟会当到楼骹去登记，来做伙来出菜，一家伙会当来出一个菜。过来第二项是咱的感恩节的报道会，要7点伫咱的2楼的礼拜堂。要邀请好家在的剧团，因要即届要表演的剧名是家。那请咱兄弟姊妹来邀请咱的朋友来参加。佮来第三是咱的邀请卡放伫来1楼，请兄弟姐来坐来摕，会当去分互咱的亲戚朋友。佮有咱的在1月19日是感恩礼拜，是联合礼拜，所以迄日是无华语的礼拜。第三是咱圣诞节甲感恩节的筹备小组要伫咧本主日的8点，暗时的8点，要伫咧线顶开会，请咱做完当记咧来参加。佮第4点，咱会长甲同工的训练要设伫咧11月19，就是下即个主日1点要伫咱的地下室，请咱有关的人员，包括共24年的团契会长、生活队长、敬拜团的团长，甲咱的同工，拢会当到时会当来参加。佮咱的11月25日开工，咱要来召开迄个事工研讨会，请咱的中级团契会长、生活队长，佮咱敬拜团的团长甲同工专程来参加。佮咱2024年各个团契同工的公布，敬拜团的团长是廖德英，社青的团契会长是林中和，佮咱的妇女团契是会长是陈桂英，佮有咱的少年团契会长是张美霞，生活队的队长是郭丁敦，佮有咱的辅导有少年团契是李浩团队，马纳团契是郭玉嘉。恳求主特别赏赐遮的人有侪困力，遮个互受选诚侪团长、队长、甲辅导的，拢会当有主家庭稳定满满，佮有所有的同工嘛是共款。佮有第7点，咱伫咧台北中会东区的区会要定伫咧11月14，佮来即个礼拜2 1点半要伫平南教会召开，咱的科普书甲李团队嘛，拢做伙去。佮来请为着咱教会集体交通，身体欠歹的人特别来祈祷，求主来医治。佮有咱的8月2班，也佮有2届，今年2023年也佮有2届，伫咧11月26到12月17，伫咧下晡1点甲2点，有准备午餐，请咱会友侪来参加。佮有咱的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。咱测试咱检查的时发现有出入，请咱咱的会计来见证。好，来，毋知有补充报告，还是咱来介绍咱今仔日的新朋友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嘿，今日有一位新的朋友叫周德惠姐妹，嘿，她是那个陈次美的大女儿，那我们非常欢迎她来到我们当中。好，过来咱来吟圣诗第396首，打马线花求主赐福。吟诗线，请咱请考瑞静牧师来祝祷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民众人三甲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